去年冬天，幾家人聚埋一齊開心過夜，10幾個大人細路食飽飲飽，氣氛一流。點知第二朝一早，悲劇發生，馬桶塞咗。我朋友攞住個手泵，泵到成個人懷疑人生。馬桶都係一啲面都唔俾，冇辦法，只好揾師傅，但係冇人識，只能打中文報紙廣告。師傅一聽就話今日好忙，最少500蚊。我朋友即刻講，師傅400得唔得啊？師傅好淡定，唔得，500。嗰陣個馬桶仲塞住，10幾個人等住用，仲有咩好講？即刻成交。點知師傅15分鐘就到，推住部電動通渠機，條長長彈簧一放入去，轉幾轉，半個鐘搞掂。最後師傅仲好似好有良心咁講，收你450啦，優惠少少。我當時即刻上網查，原來呢啲機器叫 Drain Snake 或者 Sewer Drain Ober，Amazon 幾百蚊到1000蚊都有。我心諗半個鐘450，一日做4單咪差唔多2000。當然啦，呢行唔係人人做得，要唔怕污糟，唔怕臭，又要識安全操作。但係呢件事令我明白，喺北美識一門實用手藝真係可以慳錢，甚至揾外快。英文唔好都唔緊要，最緊要肯學，自己整屋慳錢之餘，可能仲揾到外快。